喺我身後咧就係世界嘅第8大奇蹟啊！港珠澳大橋喺香港揸車翻嚟港珠澳大橋咧，一通過檢驗咧，翻到屋企咧就係咁近嘅距離，3-5分鐘嘅啫。樓下咧就係九州港嘅碼頭啦，亦都可以喺香港坐船翻嚟嘅。屋企咧就係遊艇碼頭同埋客運碼頭啦。咁咧，如果你喺香港，你係揸車或者係坐船，甚至乎咧你有遊艇咧，都可以自己揸翻屋企嘅。樓下咧就係呢個遊艇碼頭啦。呢度咧係可以外租泊位嘅。咁所以咧喺香港翻嚟第一站咧十分之方便啊！我哋今日睇呢個單位咧係位於珠海市區啦，一套永久冇遮擋嘅景觀啊，70年嘅純住宅，產權面積咧係110個平方，3間房。呢個外露陽台咧係一個弧形嘅設計啦。嗱，咁接落嚟咧同大家詳細去介紹下呢個戶型啦。整體咧係帶埋豪華裝修啊！咁呢套樓咧有個特點係點咧？雖然話110個平方唔係好大，但係咧佢係做到係磚梯入戶啊！電梯一出門咧就翻到你自己屋企噶啦。咁地下咧仲有3層嘅地下車庫，所以咧你唔需要擔心車位嘅問題嘅。3房2廳2衛，全屋咧係帶埋豪華裝修交樓俾你嘅。OK， 辦好手續嘅話咧，差唔多就可以入住噶啦。整個客餐廳咧，亦都係南向啦，帶埋一個長陽台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佢交樓咧係有一個房間俾到你。如果你唔要嘅話咧，可以將佢做成一個大橫廳嘅。OK， 廚房依家睇到嘅所有硬件咧，亦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啦，70年嘅純住宅。亦都係配有呢個天然氣嘅熱水器嘅。全屋咧係帶埋中央冷氣交樓噶啦。主人房咧都係望呢啲一線冇遮擋嘅永久嘅海景啦，港珠澳大橋嘅景觀啊，大獨立嘅套廁，原價咧係38000，依家折後最平嗰套咧33000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咁如果話你喺香港係揸車或者係坐船，甚至乎係自己揸遊艇翻嚟咧，都十分之方便嘅。OK， 依家首期咧係圍到50零個咧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咁面積段咧，除咗有呢套110平方啦，仲有大少少面積嘅123平方同埋135平方嘅，亦都同樣啦係望呢啲一線冇遮擋嘅海景嘅。因為前面咧，佢除咗呢個碼頭咧，就唔會起任何建築物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用我實地現場了解下。Thank you。